當我接到呢個邀請嘅時候咧，我都心咧係非常之興奮。原來阿李大師喺粵劇界做咗咁多嘢，佢又一次證明俾佢睇咧係有心有力。我覺得去任何地方咧，都係一個困難嘅一個嘗試，尤其是日本。今日有好多日本嘅朋友喺度，我就講下我自己對日本嘅感受。喺我出道，我就去咗日本學跳舞。我喜歡日本嘅文化藝術。我覺得日本同中國，尤其我哋咁近嘅香港，係非常之密切嘅關係。我哋諗一諗，我哋每一個人屋企都有日本嘅電飯煲，最起碼係。所以我就好奇怪，點解永遠都係我哋喺日本睇佢哋嘅電視，聽佢哋嘅歌，睇佢哋嘅 show， 但係點解我哋嘅藝術就咁少可以去到日本？係咪我哋自己嘅文化，我哋嘅藝術唔夠水準呢？所以今日阿李大師能夠帶領我哋香港嘅本土文化嘅一個重要嘅藝術就係粵劇，能夠踏入日本，我的確係覺得係唔容易。尤其而家中日嘅關係有咁多矛盾，我覺得民間嘅交流係非常之重要。我哋應該互相學習，互相去了解我哋嘅近鄰。只有更加深入去了解對方嘅文化藝術，我哋可以更加和諧嘅相處。所以我係非常支持，亦都係感謝李大師今次能夠促成呢一個演出。我希望以後大家有更多嘅機會咧，係可以俾日本嘅朋友欣賞到我哋中國人各方面戲曲，唔單止係粵劇，有好多精彩嘅嘢，精彩藝術。大家係互相值得大家去欣賞同埋學習嘅。咁喺呢度，我係預祝大家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演出，同埋唔止係第一次，希望以後都會有。多謝。